在2023年4月，香港交易所發了一份 ETF 與全球金融市場虛擬資產生態圈的發展的研究報告，探討全球虛擬資產和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兩者的機遇及發展。其中 ETF 作為一種跟蹤標的指數變化，且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基金類型，也可以將虛擬資產作為標的，從而合規的推出虛擬資產 ETF， 這也是目前港交所與數字貨幣產生聯繫的重要方式。港交所也對虛擬資產的研究和實踐都具備較強的代表性和參考性，某種程度上甚至能夠反映傳統金融對於加密世界的態度，以及可行合規的參與方式。以下將會從報告之中逐點分析港交所對虛擬資產 ETF 有什麼看法和監管制度的安排。虛擬資產的市值從2013年到現在已經有過8倍的升幅，由103億美元增長至現在的10,766億美元。加密貨幣的數量也從2013年的7種大幅增加到現在的22,375種。持有虛擬資產的人數在1年之間從3.06億人上升至4.25億人。正因為加密市場在短期內的擴大和種種不同正面及有利因素，港交所也引起對加密市場的關注。港交所對進入虛擬資產市場的渠道歸納為兩種，第一是直接渠道，通過加密貨幣經紀或加密貨幣交易所買賣加密貨幣；另外一種是間接渠道，投資區塊鏈公司的股票、加密貨幣期貨和 ETF 與其他基金。港交所比較推薦間接渠道，認為虛擬資產 ETF 更安全、合規，風險更容易控制。虛擬資產 ETF 的產品分為兩種，包括實物 ETF， 持有實物虛擬資產，還有虛擬 ETF， 持有期貨合約。標的類型主流是比特幣和以太幣，同時也有 DeFi 指數。管理策略有4種，分別是只限長持、期權組合、反向短倉策略。加密貨幣指數從以上圖表來看，虛擬資產 ETF 與比特幣的每日回報相關性較高，但 SPDR 標普500指數 ETF 的相關性則只是中等。區塊鏈股票 ETF 與 SPY 和比特幣的每日回報之間的相關性均屬中等，而與比特幣價格回報的相關性稍高。從而得知，相較於傳統股本證券投資，虛擬資產 ETF 可有助實現多元化投資組合，縱使程度較低，區塊鏈股票指數 ETF 也可以關注。香港在市場取得重大進展，在2021年，投資者經海外平台買入100億港元虛擬資產基金，比2020年的800萬港元多了不少。同時，香港擁有全球6%的加密對沖基金經理，在基金管理人的數量上名列第3。有見及此，港府草擬不同方案，積極宣傳虛擬資產市場。在2022年10月，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發表有關香港虛擬資產發展的政策宣言，勾畫了多個試驗計劃，例如為2022年香港金融科技周發行 NFT， 推行綠色債券代幣化，以及數碼港元。最近的2月，證監會就虛擬資產服務供應商的新發牌制度詳情發諮詢文件，內容包括散戶投資者買賣虛擬資產的產品類型及條件，例如市值、流動性及其他準則的要求，意味住香港的金融服務業有機會將其虛擬資產業務擴展至散戶投資者。之後的6月，證監會對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實施新的發牌制度。在2022年12月16日，香港交易所上市兩隻虛擬資產 ETF， 比特幣期貨 ETF 和以太坊期貨 ETF。在2023年1月，香港市場再有第3隻虛擬資產 ETF 上市，用主動型管理策略，相關資產是在 CME 交易的標準化現金結算的期貨合約，平均每日成交額約為930萬港元。投資者可以簡單和方便通過買賣虛擬資產 ETF 入市，不會像買賣虛擬資產需要另一個專用交易賬戶及加密錢包。在這份報告中，討論的話題不僅限於 ETF 產品概念本身，更涵蓋了全球虛擬資產及其監管制度的發展、世界各地虛擬資產 ETF 的市場表現、香港本土加密政策演變及香港 ETF 產品現狀等諸多內容。其數據之全面，
資料之詳實，都讓我們覺得香港已經做好了擁抱加密世界的準備，反映當局對發展香港虛擬資產生態圈的決心，以及市場對相關產品的需求。展望未來，預期香港市場會推出更多的虛擬資產主題式 ETF 及其他虛擬資產產品。現時香港已設立了基礎性的監管制度，幫助香港虛擬資產生態圈健康發展，亦已有首批虛擬資產 ETF 上市。作為相關產品創新的起步點，監管制度上的不斷改善，預期會有助香港市場虛擬資產生態圈的發展。隨住6月合規現貨交易所上線，在香港上線比特幣、以太幣現貨 ETH 的進度可能大大加快，甚至可能早於美國，從而給加密貨幣和區塊鏈市場帶來巨大關注和資金。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期再見。